受你的祝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所赏赐一切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用尽情的心蒙你的喜悦。也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要再一次明白你的心意，并且领受你的信心与爱心，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透过实践你的话语来蒙福。我们特别将今天早上代理敬拜的同工、司琴的同工、诗会的同工，以及传讲信息的牧者，仰望在主手中，求主透过他们的帮助，让我们把敬虔表现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特别恳求主，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保守教会所有的属灵领袖，让每一个属灵领袖愿意寻求你的心意，照着你的心意去做，并借着我们所推动的各项事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更多的人蒙福。求主让我们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工作，都能够合你的心意，照你的旨意去做。主啊，我们也将我们心爱的国家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让我们的国家更合乎你的心意，将你的仁爱，将你的和平，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真正能够享受你所赏赐一切的恩典。我们也恳求你点燃台湾众教会的复兴之火，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宣扬你所带来的恩典福音，并透过我们所做的各项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来亲近你。主啊，我们也将目前还在疫情笼罩之下的各国仰望在你手中，求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彰显你的恩典，引导我们向前走。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天早晨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好不好？这时候邀请你们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敬拜他，因为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自由，这里有医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来，我们来敬拜，一起拍手。习在、今在、永在的大君王，我们赞美你、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所有的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主，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向你歌唱，来向你敬拜。神，谢谢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不在意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你依然如此的爱我们。主，谢谢你。心淡淡的
主啊，你的爱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的爱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得着满足。主，谢谢你。主啊，我愿一生为你而活。主啊，我愿一生能够为你而转动。我们一起来唱：你爱使我，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使我苏醒，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主啊，我们要活出你旨意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更深来渴望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你的爱使我苏醒，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当我们在唱的时候，让我们更坚定的来向神来唱。在你手中，希望能够活在你手中，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神啊，我们的气息是你所赎回的，主啊，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归向你。好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也邀请你们这时候闭上眼睛，我们来到神面前。在你的生命里，你是否愿意真的为主而活，一生来交托于主，一生为主来服侍，为主来发光？在你的仇敌面前，甚至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舍，甚至不认识的陌生人，你是否愿意为主能够为他来做美好的见证？若你愿意，我邀请你们一同做一个祷告，跟神说：主啊，恳求你使用我，使用我成为你那美好的器皿。主啊，我要活出那旨意的生命，我要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主啊，恳求你使用我，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的爱中，能够将一生能够单单来属于你，来归向你。恳求你的灵亲自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耶稣。主，我们渴望与你有更紧密的关系。主，我们渴望能够为世界，能够为着你，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和盐。主，谢谢你，耶稣。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交托在你面前。主啊，谢谢你，求你使用我们，呼召我们。主啊，我要为你而活。
手，跟神说：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主，我在这里，我一生要属于你。改变世界为你转动，转动的梦想，世界这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转动的梦想，转动的梦想，世界的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主啊，我要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哈利路亚！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主，我们要活出你旨意的生命。主啊，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那馨香的活祭，蒙你悦纳。主，谢谢你。主，我们敬拜你。主啊，你配得我们所有的颂赞跟赞美。主，谢谢你，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向神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愿我们今早的敬拜赞美都归于我们的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攻读圣经。今天的经节记载在提摩太前书4章第6到第16节。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到1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25页。如果你把这些事指示弟兄姐妹们，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同时，那信心的话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会帮助你自己在灵性上长进。至于那些不值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更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这话是可靠，值得完全接受的。因此，我们辛勤努力，把盼望寄托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他的人的救主。你要把这些事指示他们，教导他们，别让人小看你年轻，无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各方面，
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功夫，直到我来。不要忽略了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你要谨慎自己，对你的教导也得小心，要有恒心做这些事，这样你不但能救自己，也能救你的听众。今天蔡主任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属灵的父母培育锻炼，请我们一起恭敬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父亲节的纪念的礼拜。牧师为各位在座的为人父者来祈求，愿上帝赐福保守眷顾各位，让每一个为人父者都可以明白自己的角色的重要性，借着这个角色来影响自己的儿女。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此刻安静在你的面前，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得着帮助。主啊，今天我们要聚焦在属灵的父母这件事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真正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来改变自己，并且活出你的心意。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彼此的互相帮助。那我深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在灵性上比较坚固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义务，要成为其他信心比较软弱的人的属灵父母。那什么是属灵父母呢？属灵的父母就是帮助在信仰上认识比较少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可以更加认识神。那作为属灵父母的人，是在信心比较软弱的人当中，帮助他们建立更大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父母其实跟年纪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座有很多年轻人，他在属灵的这个属灵的部分，可能自己跟上帝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也可以成为其他比他年长的人的属灵父母。圣经在罗马书的第15章第1节这样说，他说，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说自己的灵性很好就足够了，我们还要看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其他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让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让每一个人在信仰上面都有所长进，这才像一个大家庭。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要担任别人的属灵父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呼召，也是非常大的荣耀。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帮助他们什么。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2年前的父亲节，牧师也讲过属灵的父母，不过那时候的副标题是成为典范。那时候我是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的人，要用生命来影响其他的人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作为一个别人的属灵父母，一个别人的属灵帮助者，他应该在哪几个方面为他的属灵儿女带来祝福？这是今天的信息的焦点。但是首先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原则，就是属灵父母的教导跟老师不太一样，跟教练不太一样。属灵的父母他的基础是爱。我们要知道一个教练去教他的学生就像一个上司是指导他的下属，跟父亲去指导孩子是不一样的。上司可能要求他的下属交报告，然后检核报告，然后给他指正，像一个老师一样。但是属灵的父母是用生命来爱他的子女。
最近我们教会的传播委员会，大家如果看我们的周报的第6页那边，我们跟几位教界的朋友开始一个事工，叫做南北二路的一个网络的节目。那节目的内容主要是以信仰去反映社会的时事跟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请举手。没有很多哈。那没有看过的，你们可以去订阅来看哈。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哈，其中有一个节目是我访问台北东门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叫蔡尚颖教授蔡尚颖长老，他同时也是台北医学院的精神科的主任。那因为当时我们在关心疫情的东西所以他就分享他对疫情的看法。那他分享了一个在10多年前 SARS 流行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牧师听得非常感动。这是有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他说当时有一位父亲跟他的2个孩子同住，因为这个父亲疑似感染了 SARS 身体生了重病可是当时他的孩子也不知道他感染了 SARS， 那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那因为身体病得很严重，突然间就休克了，呼吸就终止了。他的孩子老大是儿子当时国中2年级，那另外一个是妹妹还在读国小。这个国中2年级的孩子看到他爸爸休克了他就不顾一切的对他爸爸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然后一方面叫他的妹妹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来。那他们一直给爸爸急救，一直给爸爸急救，但是最后他的爸爸还是离开了，送到院之前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因为这个2个孩子都跟他爸爸接近所以后来他们爸爸到医院去后发现原来这个爸爸得的是 SARS， 所以他们2个孩子必须要隔离因为这个老大他自己有对这个父亲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所以他也肺部开始有一些问题那他就必须要被隔离隔离之后，他一方面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过世了，另外一方面他爸爸的告别式，因为他必须隔离，他也不能参加，所以心情非常非常的低沉这时候那个蔡尚颖医师他就负责来关心这个孩子，他就每天透过电话来跟这个哥哥以及这个妹妹对话。那这个蔡医师就有一次就隔着这个电话跟他讲当时你在救你爸爸的时候，难道你不怕被感染 SARS 吗？他问他这个哥哥这个问题，就这个哥哥连想都没有想，不假思索都马上回答说，今天如果换作是我爸爸也会这样做。所以他不顾一切就是要救他爸爸。他说因为如果是我爸爸也会这样对我做。所以这个蔡医师就明白这对父亲是如此的相爱，他就安慰这个国中2年级的孩子，他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其实是最幸运的，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因为 SARS 过世的600多个人当中，唯有他的父亲的最后一口气是由他的儿子把他吹进去的。他用这样来鼓励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身体就痊愈了出来。那这个他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父子之情那父子的感情是那样的深厚，以至于愿意为对方甚至不顾危险的要去救对方。那所以我们要理解，做一个属灵父母的教导，它的基础就是爱。老师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但是属灵父母是用生命去爱我们。那我们在教会强调的就是用爱。如果你可以用爱去影响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在信仰上面可以得以成长，这就是属灵父母要做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的一段。那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在宣教事工上面是同工，但是他们的情感上面就好像父子一样，他们一起为了初代教会的福音事工的拓展一起来努力。那保罗常常派遣提摩太到各教会去协助各项事工，因为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传道师，
所以保罗常常没有办法常常跟他在一起，但是他常常就透过写信来关心他牧养教会的情况，并且用话语来勉励他要持守上帝交代他的工作。在他的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就好像父子一样，他像他的属灵父亲，帮助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信仰上得以成长。所以牧师今天要利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作为一个属灵父母，如何培育他的属灵儿女。那我会分作3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哪方面培育我们的属灵儿女。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帮助他提升信仰品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他这样说，为着敬虔的生活要锻炼自己。他说身体的锻炼固然对你有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都对你有益处，因为后者会带来今生跟来生的盼望。他一开始也这样说，他说同时那信心的话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会帮助你在灵性上长进。至于那些不值得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当避免。那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上帝的儿女，首先就是要建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信仰的品质上不断的长进。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我们来到教会会认识很多的人，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因为彼此相爱是教会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来到教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上帝，否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无论我们平时在聚会当中，我们在小组里面，在团契当中，都应该多思考有关于上帝的事情。而属灵父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属灵的子女去建立信仰，提升他的信仰品质。那要帮助属灵子女在信仰的品质上不断的追求进步。刚才那段经文告诉我们2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委身在有价值的事上。刚才所读的经文说，同时那信心的话和你一向跟从的正确道理，会帮助你自己在灵性上长进。至于那些不值得一谈的荒唐传说，都应该避免。我们过去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他告诉我们说，生命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避免浪费生命在一些不重要的事上。生命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目光焦点放在一些有用和永恒有关系的事上。所以保罗告诉他说，那些不值得一谈的荒唐传说就是大家常说的八卦啦，或是说一些流行的一些没有营养的一些话题，都应该避免，把生命聚焦在一些重要的事上。所以如果我们有志要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属灵儿女要委身在有价值的事上。现在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父母可能忙于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照顾有时就比较放任孩子现在孩子都是透过很多电脑网络的节目去学习事物，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帮助他找到正确的事物去学习，你不知道他从网络上面会得到什么样的讯息。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属灵儿女或是我们的儿女去委身在有价值的事物上面，让他专心可以做一些跟永恒有关系的事物。那父母对孩子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帮助他们找到生命当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保罗告诉他说，要为了敬虔去锻炼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被称作基督徒，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牧师牧会很久，我见过很多形态的基督徒。
甚至我看过一些生命有很大的问题的人，他也称他做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思想说，到底哪一种基督徒是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哪一种基督徒是会让人得着益处的？是我们要做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怎样要为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因为成为敬虔的基督徒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什么是敬虔？敬虔就是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这叫做敬虔。敬虔不是说你常常来教会祷告，来教会礼拜，唱诗歌非常用心，这个都是敬虔的一部分。但是最大的敬虔是什么？你能够走出教会之后，还是可以活出上帝喜悦的生命，这是最大的敬虔。所以为了这样子，我们必须要操练自己。保罗说，身体的操练当然很重要啊。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办法来服侍上帝。但是灵性的操练对信徒更重要。保罗说，他会带来今生跟来生的盼望。所以我们为了这样，要时时锻炼自己的灵性，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必须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任。信仰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然，教会或是小组或是团契会关心我们的信仰生活，属灵父母会关心属灵儿女的信仰生活。但是，请你知道，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完全是操在自己手上，你不要把责任推出去。就像一个人锻炼身体，你可以去找一个教练来训练你，对不对？可是自己还是要运动啊，对不对？教练可能在旁边鼓励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对你的身体才会好。可是如果你都不运动，不为自己的身体负责任，你根本不可能有长进嘛。有些人不会控制自己，专门怪别人，那个去明明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身体好，什么东西对自己身体不好，偏偏不照着遵行可能去吃宴席的时候看到那个肥肉哇，非常好吃就说这是通血路的这是通血路的就塞进嘴巴里面，然后一直在怪别人说你为什么请我吃这些东西？这个对身体不好可是自己拼命吃叫自己去运动也不运动，这是对自己身体的操练，就必须要靠自己。灵性的操练也是一样，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属灵的父母可以提醒你，但真正可以改变自己的灵性只有自己。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被主所用的人，就是要时时操练自己，提升自己的信仰品质，装备自己来被主使用。那前几天我们牧者有做一次的检讨会，做一个共识营我们希望把教会的装备课程更完备一点除了适合牧道友的洗礼前的造就班之外，我们还会针对信徒以及针对教会的小组长跟同工有不同的阶层的训练课程，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课程来帮助自己好好的装备操练自己的灵性，那让我们真正可以表现出我们最大的敬虔，就是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保罗继续说他提醒提摩太要注意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服事能力。他特别这样说，别让人小看你年轻不论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方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他接着说，你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功夫，直到我来。他接着说，不要忽略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和长老们的按手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那这两段经文都是保罗在要求提摩太要根据上帝给他的恩赐在追求长进，特别是在宣讲圣经跟教导上，他都需要加强。这告诉我们说，一个合主所用的信徒
必须要加强服侍的能力。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必须要帮助他的属灵儿女，训练他服侍的能力。有些信徒他会把自己的灵性看顾得很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别忘了，我们除了自己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去服侍上帝和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了要使我们服侍的力量更大，服侍的范围更广，就必须要加强服侍的能力。那当然，牧师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被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出来服侍。其实很多服侍都是在服侍当中去学习的。也就是说，大家常常保持一颗受造就的心，愿意去学习，在做当中去学习，这样我们的服侍的品质就会更好。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出来服侍，贡献上帝给你的恩赐。透过这样子我们成为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那最后一样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样，我们来看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怎样。他说这些事你要专心一意去做，让大家看出你的长进，而且要有恒心做这些事，这样你不但能救你自己，也能救你的听众。保罗特别提醒他属灵的儿子，要持续永恒的做服侍的工作。你要知道，一个人要持续永恒的做服侍的工作，他就必须要有奉献的精神。所以奉献的精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要件。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做服侍，没有热情做什么事情都很痛苦。但是有奉献的热情，那就不一样了，会越做越喜乐。那我们要成为合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不单单要有很好的信仰品质，再加上要有很好的侍奉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奉献的热忱。奉献的热忱使我们服侍更有力量，使我们的教会更进步。前面讲的两种信仰的品质跟服侍的能力都可以靠着训练来得到，但是只有最后一项是需要圣灵的感动与浇灌。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1节这样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当然我也知道奉献的精神不能用强制的手段来给予，唯一的就是要透过不断的祈求，求上帝把更多渴慕的心，更多奉献的心志放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成为别人信仰上的帮助，别人属灵的父母，而每一个属灵的儿女都愿意好好的去学习，像我们的教会就是会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贵重的器皿。我们的教会会成为荣耀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眷顾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主里被牧养，被栽培，让我们有可以提升我们信仰的品质，加强我们的服事能力，并且激励我们奉献的精神，让我们用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
来仔细思想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分享属灵的父母。如果在座在灵性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使自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牧师要为你祝福祷告。感谢主，谢谢主。好，我们把手放下来。我们在座是不是有一些人认为我现在还没成熟，我愿意顺服属灵父母的带领，成为别人的属灵儿女的？我们可以把手举起来，牧师要为你祝福。好，请放下。我们在座有没有一些我们生命当中遇着一些挑战，特别是有一些困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需要别人为你代祷的，你此刻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服侍团队会在你的身旁为你祝福。我们前面这边有姐妹，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把你手举起来，一直到有人在你的旁边。后面那边有弟兄，我们需要人家服侍。好，其他的人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论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属灵父母或是属灵儿女，我们都求神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仰赖上帝来得着帮助。亲爱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恳求主，你保守眷顾那些愿意成为别人属灵父母的人，加添他们更多的信心跟恩典，保守眷顾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借着他们的恩赐来带领更多的属灵儿女。我们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眷顾那些愿意成为别人属灵儿女的，求主帮助他们有更加谦卑的心，随时仰望神来得着帮助。也恳求主，你保守眷顾那些生命当中遇着困境，也许有说不出的难处，但是我们深信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出口。求主与他们同在，并且差遣更多可以协助他们的人在他们身旁，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忧伤的求你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你亲自医治。我们奉耶稣基督里面祝福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奉耶稣基督里面祷告，阿们。愿我们一同学习锻炼灵性成长、服侍，并且以祷告的心来领受奉献的精神。在这边，我要特别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话，可以在座位前面有一张留名卡，可以写上你的基本资料，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认识你。待会可以交给收奉献的同工以及执事。在这边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赏赐我们众人有丰盛的生命、有才能、智慧和各项的恩赐，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也要将你赏赐给我们的奉献给更多需要的人，活出真实的见证，用生命影响生命。现在我们献上微薄的金钱，愿你接纳，盼望你能够亲自使用在圣工的当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及重要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5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父亲节主日，特别安排儿童主日学小朋友在第3场的礼拜中献诗。愿上帝纪念所有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关心、关怀，还有奉献，也求主赐福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康平安，在灵命上也有主的保守。肢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陈洪昌、杨雅婷夫妻。在7月20日，获得1位千金，还有方伯健、傅维彤，夫妻也是在7月23日获得千金。愿上帝眷顾这2个家庭以及他们的新生儿。另外，在昨天8月1日，本会会友陈桂枝姐妹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一族。接下来我们翻开第7页。在8月份有2个装备课程，滑向深处的祈祷，以及你不可不知的8堂课，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参加报名。以上我们请蔡牧师来补充报告及欢迎新朋友。大家平安。这时候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今天有相当多的新朋友。第一位是张丽珍姐妹，台南圣教会。好，在这边好，欢迎欢迎。第二位是王玉正先生，在这边好，欢迎欢迎。那第3位是林美嘉小姐，好，在这边欢迎。第4位是黄奇芬女士，对不对？好，欢迎。第5位是林怡林先生，好，欢迎。其他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没有介绍到的？请问贵姓？黄先生，好，欢迎哈。那我们欢迎这些贵宾，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好，那
牧师要补充报告哈，我刚才有说过，我们的传播委员会有制作一个新的节目叫南北二路哈，在我们的周报第6页，你们请大家可以订阅去观赏哈。那都是用信仰去反省一些我们的时事或是一些议题哈。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歌曲哈，最后的诗歌，来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